大家好，我是邱于璇。我在这部戏里面，我演的角色是小凯。小凯他的外表就是很甜美可爱，但是内心就是很邪恶，心机很重。但是他都会压抑情绪，不让别人看出来。他在外面总是表现得很乖巧可爱，给别人好的印象。比较难就是在才艺发表会的时候，要对妈妈大发雷霆。点，你干嘛该？点，我不想听你讲话，我不要你的称赞，不要你关心，你烦死！妈妈是在帮你啊。我才不要你帮，谁稀罕你帮啊？你干嘛帮我说话？干嘛我决定所有事情？你的帮忙都只是在害我，只是害我。因为我平常不会对别人这样子，对，但是我的心机也没有那么重，所以就这个部分对我来讲比较困难。印象很深刻，就是就是在家里，然后就是因为爸爸骂我，但是因为他很大声，然后很凶，然后我就直接被吓到，就是哭了。我爱饲干，因为我爱上心爱饲干妹。我没有想要把 Coco 赶走。伊无啊，监督师人会讲，之前都会讲，Coco 老良心三，又嘛爱鬼，讲 Coco 打，迄真是个会讲的。好嘞。爸爸，糖啊！无小爱谈的。对你哦，太失望了。明天一起去乐园这出戏是在讲说每个家庭都有各自的问题，大人和小孩都要一起互相关心、互相体谅，然后要一起面对问题，然后解决问题。大家一定要准时收看，更希望你们会喜欢这出戏哦。